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初3，以赛亚书58章10安尼讲：恁若将食物分予枵餓的人，滿足困苦的人的需要，安尼，恁的光會佇黑暗中發出，暗暝會親像日中晝。三甲來祈禱，哀願將食物分予枵餓的、滿足困苦的人的需要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是疼痛的天父，你是活命的主宰，你是永活的真神，你是阮一生所要倚靠的。主啊，阮來到你的面前，要高舉你至聖的名，也要保養你的好名聲。主啊，阮要感謝甲學了你永無煞。主啊，阮要順服你的教示，遵循你的旨意來行。求你予阮有疼人的心，活出你的寬恕。主啊，願阮真力來行，就阮若將食物分予枵餓的人，滿足困苦的人的需要，安尼，阮的光會佇黑暗中發出，暗暝也會親像日中晝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